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睇到一套大亞灣中心區嘅海泉城，同琴日嗰套呢同個小區嘅配套都係一樣嘅。海泉城嘅配套呢非常成熟嚇，樓下呢有3條商業街，2條路邊檔，對面呢係全山廣場、偉亞醫院，過個紅綠燈呢就到吳悅廣場。如果唔想去咁遠呢，都可以去岩前村嘅。岩前村呢有農貿市場，有2個超市啊。佢嘅配套呢同新華聯係一樣嘅。2個樓盤呢就隔條馬路，所以呢同樣都係全天候都有巴士直達深圳嘅，交通係非常方便嘅。呢套呢係90平嘅中間樓層嚇，3加1房，3個露台嘅設計，裝修方面呢係簡單嘅風格啦。業主報價呢係67萬，材料方面呢全部都係一線品牌。小區呢唔算係好新淨嚇，園林呢都係比較正常，因為都係挑高嘅空中花園啦。2樓呢係園林，所以綠化冇咁多，但係居住嘅氛圍非常舒服嚇。有興趣可以現場睇，睇啱嘅話仲可以傾嘅。我係阿斌，惠州嘅新樓二手裝修呢一條龍服務嘅，